青 BB 咧今次食全港最平嘅純素英式下午茶，估唔估到呢個份量要幾錢呢？400蚊、300蚊都唔啱，係280蚊啊！咁到底喺邊度食抵成咁呢？呢度咧就係荃灣嘅港安醫院啦。如果你係早期訂閱咗呢個頻道嘅話呢，應該有印象之前呢，青 BB 同佢哋之間呢係發生過一啲事㗎。當時呢，醫院方面係有道歉嘅，青 BB 呢都希望佢哋真係會改善。咁到底佢哋真係有冇改善到呢？今次向職員查詢呢，佢哋清楚咩嘢係 vegan，知道邊啲嘢係，邊啲嘢唔係。現場呢都有 vegan 牌標示，俾食客呢清楚知道。咁至於純素下午茶要點樣先食到呢？可以 WhatsApp 畫面呢個號碼，向醫院營養部查詢同埋預訂。預訂同埋俾錢呢，要最少1日前做好。呢個呢就係 vegan 下午茶啦，有個靚靚3層架，上面有甜點、鹹點同埋 scone， 配埋出面塊草地呢，有少少當日呢去港島香格里拉嘅 feel 啊！首先呢，食英式鬆餅，配紅桑子果醬 ，scone 嘅質地呢有少少實，不過呢就唔會好乾身同埋蟹口。如果可以鬆軟翻少少呢就好啦。隔離個果醬味道呢都算濃郁嘅。同一碟呢仲有費南雪，即係一條條黃金色嘅糕點，咬落去呢杏仁味幾香，亦都甜甜地，糕質鬆軟，但係唔夠綿密。好在呢都唔蟹口，覺得佢有啲似馬德蓮蛋糕。咁另外2條有酥皮嘅係肉桂蘋果卷，外皮咧非常之薄同脆口，餡咧主要就係蘋果粒，提子乾咧就有少少，味道比較甜，而肉桂味咧就唔會好濃，可以接受。下一碟咧就係鹹點啦，卷狀嘅就係紅桑子果醬全麥三文治，味道同 scone 嘅果醬一樣，麵包咧質地係正常發揮。呢一卷呢就係青瓜卷，似乎呢佢係甜點而唔係鹹點，因為裡面嘅乾果呢係甜嘅，同頭先肉桂蘋果卷嘅餡一樣，但係多咗唔少藜麥，所以食嗰時呢啲餡係幾易跌出嚟㗎。跟住落嚟呢，就係鹹點之中最好味嘅一款啦。麵包上面呢有超多嘅純素芝士醬啦，同埋車厘茄。芝士醬呢少少鹹又幼滑，估計呢就用果仁做。而車厘茄有香草味同埋橄欖油味，加埋啲醬一齊食呢係幾唔錯嘅。最後呢，食純素甜點啦 ，brownie 呢比較好味，質地鬆軟，有少少絲質嘅感覺，但一咬呢就好易碎，食嗰陣呢就要小心啲啦。好在朱古力味呢算不足，同埋唔會好甜。咁但係另外2款甜點咧就麻麻地啦，特別係杏仁奶凍配蜜瓜，水果粒咧有士多啤梨、哈密瓜同埋蜜瓜，但係似乎浸過糖水，超級無敵甜啊！下面嘅杏仁奶凍都幾實同埋削㗎，質地咧就唔似奶凍，仲要係有疑似南北杏嗰陣苦味，上面就甜，下面就苦，青 BB 咧實在唔太識欣賞啦。咁另一件呢，就係純素藍莓芝士蛋糕，呢件呢，就冇咁服，不過都相當甜。雖然藍莓味亦都濃啊，但係最想講嘅就係上面嘅芝士呢，質地似一劈結結地嘅醬，而下面塊墊底餅呢，都幾甜。如果成件嘢可以減甜呢，就好啦。講真啦，呢個價錢嘅純素下午茶呢，的確就唔好咁高要求啦，唔應該揾佢同5星級酒店比嘅，雖則酒店呢都唔一定好食。而港安醫院呢，呢一餐比預期理想，至少呢真係純素，唔使驚食錯嘢，賣相都可以，鹹點亦都可以，就係部分甜點同埋 scone 呢有待改善。作為一間有心做素食嘅醫院呢，都值得支持下嘅。